苗栗白沙屯的供天宫庆祝建庙160年，在中秋连假举办庆典，包括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、国民党侯友宜、民众党郭文哲各过代表，这些个要参选明年总统的，拢有去参拜。我们白沙屯市府台湾，然后呢，也成功邀请了2024年4位总统候选人联袂参加活动。那么希望两岸宗教文化交流，卖兵戎相见。所以这个宗教文化其实是一个团结的力量。在这个社会上哦，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分别跟对立的。其实去走一次白沙屯妈祖哦，会让你更喜欢我们台湾的一切。妈祖婆是两岸的和平使者，和平带来繁荣与希望。这些个人拢有上台致辞，伫台下敢若互相握手致意，针对南北合作的风声嘛无加讲。若这庆典会连续3天，包括北港朝天宫在内，全台2000尊妈祖拢会同齐到白沙屯。